号线苏花公路今日透早伫159公里所在的崩山地歹崩坑崩落来土石啊，直接将南北向这个道路交通拢挡掉哩。警方呢分别伫人水崩坑北边这个出口呢，以及中地管制站进行交通的管制。有民众为了要转去呢，将车停伫这个休息站，坐火车转去中地，也有火车的驾驶呢，崩后差不多半点钟都经过管制路段，只有徛伫原地等人来修理抢通。目前呢，代替启动这个所过北运的机制，要协助农友将这货物运到台北。踮去崩坑内底，过当听到土石跌落来声音。调查人员惊危险，拢进杜北区。土石内底真侪粒石头，更提防凹洞，暗门土嘛规个崩落来，搁真大颗的石头，就安尼陷伫咧落，甲规个崩坑拢塌掉火。为真远的所在看，会当看出规片山壁正做ขุ头山，空气画面愈显目，规片山壁严重崩落去，毁掉下边的边崩坑。大高线苏花公路159公里的所在，昨暝因为进前地动，加上上大雨，互山壁崩落去，公路嘛规个塌掉火。警察遂开始管制交通，啊，附近有好人含撞击车头，是离管制点上近的火车头，嘛加做民众的交通替代方案。旁边有休息区。哦，所以回头，嘿，走。哦，所以是要回到这边来，但回不到崇德了。对。路灯去，民众敢来当家己想办法。不过苏花公路对货车司机来讲是真重要的，真侪农民拢会甲菜市轨迹再去台北，即马路灯去也是免怎。那个提早到12点以前出车，本来我们是2点，就相信车有限高，相信车有限高，因为那个中横也不能走，南横又更不能走，竹回就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从那个南回。对，南回要差不多12个小时。启动这个苏国北运的机制，也就是卡车上平车的。代替经启动菜市轨迹运发机制，尽量减少对民生经济影响。公路总局来到现场，成立灾害指挥所，和大型机具驶入来，希望当紧甲路修理好势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